接落来，换来看这工商协进会今日是举行工商早顿会，是这行政院长杜永泰就任了后头一届参加。工商协进会是计共提出27项提案，甲74项建议。针对这企业界建议这核能甲绿能共存，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强调讲会采取开放的态度。另外，伊阁强调讲，明年军工教是会加薪3%，希望这民间的企业卖当照顾员工。行政院长杜永泰就任了后，头一届参加工商协进会早餐会，听产业的建议，对国内薪水的结果，杜永泰甲企业发声，希望会当照顾员工。明年军公教人员会调薪，我也诚恳的需要拜托我们在民间的各位产业，也能够增加对劳工朋友的福利跟照顾。我想鼓励他们，他们就会做更好的成绩。我们的加薪幅度都不少于3%了。公司赚的钱跟员工分享，这是应该的事情，我们绝对支持。有一些比较中小企业可能比较辛苦一点，可能会有点落差了。那这个是不是政府能够有政策能够来帮忙？工商协进会这届拢总提出27项提案，也有74项具体建议。早餐会也有延长8点钟讨论才结束。针对企业关注用电的问题，行政院长杜永泰表示，2030年进前拢未欠电，对新的核能的技术会采开放的态度参与讨论。吴东亮表示，这是伊较早毋捌听过的。不过吴东亮嘛讲，美国新的总统川普就要上任，会为全球的经济、地缘政治增加无确定性的因素。不过民进党政府过去捌甲川普政府有来去。相信未来若是有变数，政府拢会当有上紧、上好的方式来应用。因若美国的企业敢会继续来挖靠台湾的半导体，吴东亮提出伊的看法。台积电跟美国的科技产业呢，我们绝对是合作，我们不是这种恶性的竞争，我们也没有去抢到美国人的利润，我们是赚我们应该赚的利润的。可是重要的是，这是上下有合作的关系。针对早餐会的内容，吴东亮认为真成功，会当感受到政府的诚意，嘛提这届中华队伫12强棒球赛摕到冠军的精神，希望工商界会当发挥台湾常用的精神，甲政府合作，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甲繁荣的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